一平，今天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二品，今日永珠无图面地出门。二品，今日永珠无图面地出门。我爸说他今天想跟永志培养感情，要我休息。我阿母讲，过今日上头和面地培养感情，爱我歇困。我阿母讲，过今日上头和面地培养感情，爱我歇困。祖孙俩感情这么好。两公孙感情很好，两公孙感情很好。是啊，俗话说爱屋及乌。是啊，人讲下法连盆，下祖连孙。是啊，人讲下法连盆，下祖连孙。我爸爸好喜欢和永志说话呢，两个人笑得好开心哦。我有真爱和面地讲书，两煞笑得真欢喜。我有真爱和面地讲书，两煞笑得真欢喜。现在永志多大了呢？你妈面地吉他呀嘞，你妈面地吉他呀嘞，满5个月了。满5个月啦，满5个月啦。那要准备打卡介苗了。俺爱真批字卡改苗啊，俺爱真批字卡改苗啊。目前建议接种的时间是小孩出生后的5到8个月。现时建议指的时间是生主7岁了后的5个月到8个月的参。现时建议指的时间是生主7岁了后的5个月到8个月的参。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带小孩过来呢？请问，我要带师母无种土生主过来呢？请问，我要带师母无种土生主过来呢？卡介苗是1个月1次，这个月已经施打了。卡改苗是1个月1摆，2个月一件资料啊。卡改苗是1个月1摆，2个月一件资料啊。再来是下个月的5号。过来是后个月的5号，过来是后个月的5号。那请问施打时需要携带什么证件吗？请问他涂过了几个时，需要带证件吗？请问他涂过了几个时，需要带证件吗？请你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和健保卡。请现真批儿童健康手册和健保卡。请现真批儿童健康手册和健保卡。请问注射卡介苗的费用是多少钱啊？请问治卡介苗的钱是要几多？请问治卡介苗的钱是要几多？这是免费的。你不收钱，你不收钱。哇，这么好啊！您好，您好。时间过好快哦，想起你刚回来的时候，时间过了真紧。上次很长见落叶时，时间过了真紧。上次很长见落叶时，还很紧张，慢慢习惯了吗？也真紧张，慢慢关系呀嘛，也真紧张，慢慢关系呀嘛。习惯了。我很喜欢这里的步调。关系啊，我真家意你的生活步调。关系啊，我真家意你的生活步调。公婆也很照顾我们，谢谢阿姨哦。家官家婆嘛真照顾我们，罗拉阿姨。家官家婆嘛真照顾我们，罗拉阿姨。